釣魚翁該處係香港存在打卡危險路線之一，風景又係幾靚嘅。相思灣嘅上方，釣魚翁東北崖下嘅打卡位。今日我同 Yoyo 行釣魚翁，就喺五塊田站對面馬路登山。嗱，向左轉啊！呢棵榕樹唔錯。前面直行呢就去釣魚翁，右手邊呢一路係郊遊徑去到布袋澳，靠近廟仔墩。回望起步嘅五塊田 ，Yoyo 徒步嘅技巧亦都越嚟越好啦。早晨，廟仔墩333米，想同釣魚翁有更親密嘅打卡，就要去到廟仔墩嘅盡頭。真係好正㗎！廟仔墩就上高一個打卡位，下邊呢度啊都係打卡位，咁啊兩個打卡位，咁啊都係影釣魚翁最好嘅地方。廟仔墩呢度呢落返去，然後再上去釣魚翁。廟仔墩呢落到嚟287，再上返344，咁啊呢條路都幾正。宮頂呢條路啊幾靚，釣魚翁東北面崖底嘅一個位置，就係呢個位啦。Yoyo 話過去打卡，越接近山頂呢 Yoyo 就越興奮啦！
哇，好靚啊！呢堆石，好靚好靚。今次呢，我哋就喺彩虹港鐵站 C2 出口出去坐91，回程喺相思灣站坐103M 小巴去將軍澳港鐵站。